在新都大丰吃顿海鲜，居然啥子时候都这么香了，只要70-80块钱就可以吃一桌。这种在海边才能吃得到的鲜焗小海鲜，而且小海鲜都是看到老板在街边上现点现焗，关键他家的海鲜都是黄油砂锅焗的做法。虽然是海鲜，还卖出了路边大排档的价格，每一样菜都才20多，真的非常良心。哎，你们的黄油焗鲳鱼来了！哎，老板这个贵不贵啊？我们都是做的回头客生意，这一桌70-80块钱，你们30人都是巴巴适的。海鲜在砂锅后头不加滴水现焗，每一个都要加入冰淇淋一样的黄油，既锁住了海鲜的鲜，入口还有淡淡的奶香味，上桌了都还在咕噜噜的冒泡。特别是黄油焗鱼头、黄油焗金鲳鱼，肉质鲜嫩，那是真有黄油的奶香。焗的海鲈鱼、小黄鱼、螺丝虾，更是满满都是海边的味道。就连焗出来的口沫、贝贝瓜都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而且每样菜就才20来块，在成都就喜欢吃海鲜的好吃多些，在新都大丰就喜欢吃海鲜的老表些就赶紧过来安排了。